现在介绍阅读测验文句理解的篇章理解并考攻略。这里给大家的建议是，先看清题目及选项，然后再看文章。在阅读文章时，特别关注与题目、选项相关的词汇线索，才容易找出、选出正确答案。练习如下：首先，看清题目与选项。一、本种地图作者最常说的是乜嘢？一、反輸入。二、含肉嗎？三、隨不論。四、拍盤。二、以兩項題做乜嘅為強行一撲？有格強版。一、呢條係雙胞卵。二、博下成法卡酷。三、特殊嘅路卡變。四、兩項題講清後。看清题目与选项后，我们先花1分钟来看这篇文章。記得愛特殊嘅世界，愛個老愛強行一鋪有格強版。不過，呢邊愛太亮色，現在有合格嘅山路動變，附權未摸特殊盤和強下橋，阿爸講機越生意摸盤，自家行山路。將會等到愛兩項題有盤，將強下橋特殊。佢好建議清楚，愛越太意，就讓到阿咪對做下主菜，準備愛掉嘅盤碟物，添嚟醬煮好，少碌碌嘅番薯盤，還有炒番薯肉，然含肉嗎？讓到呢條菜，然大白色嘅冇乜嘅醬茶，好啲。還有剪到香卜卜嘅脆不卵，不過還係食唔到拍盤。該兩是規山度嘅人生法都差唔多係咁樣，難怪嘅行人會講，有妹唔好嫁到泰山背，上家肚子，下家肚背，食番薯幫鹹菜，就係講愛你大伯嘅生法，意義艱苦。看完文章以後，大家都應該知道正確答案了吧？題閱題，本種地圖作者最常說嘅係乜嘢？一、番薯肉。二、含肉嗎？三、脆不卵。四、拍盤。在文章第二段最後有重點線索，不過還係食唔到拍盤。你說的，佢最常說嘅係拍盤。第二題，佢兩項題做乜嘅會強行一鋪，有格強版。現在個比對呢文章嘅內容，原來係人將有合格嘅山路動變，所以也把將會本幾兩項題強行一鋪，所以你說嘅選擇三。特殊嘅路卡變。